卫福部台南病院骨科医师郭玉瑞表示，癌症的患者有相当高的几率会发生癌细胞转移到骨头的风险，尤其一寡吃寒的癌症。不过，因为相关的症状，且比方认为是一般的酸痛，因此患者如果有无受外力，就发生机体的痛痛，就要提高警觉，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台湾人好发的癌症，像是肺癌啊、乳癌啊、大肠直肠癌啊、攝護腺癌这些癌症，都有可能会透过血液转移到骨头啦。那所以一般有这些癌症的病人，我们会建议除了自己癌症的定期追踪之外，如果身体各个部位啊，比如说手脚啊、脊椎啊、骨盆啊，发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疼痛，吃止痛药也都没有改善，那甚至是晚上半夜睡觉会痛醒的话，我们就建议回诊追踪。不管是做 X 光、核磁共振，或是骨头的扫描等等的。如果诊断发现癌症骨头转移，伫个治疗上嘛有分不同阶段，包括药物、化疗、放射治疗、甲着手术等。医师会依照个人的身体状况、甲着功能的需求来做判断。目前针对癌症的骨头转移治疗其实蛮多元的，包括说用药物治疗，包括说化疗，包括说放射线治疗，甚至是手术都是可以提供的做法。那主要会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、功能的需求，还有这个癌症本身预期的寿命来做决定。那药物治疗的部分，主要会透过双磷酸盐类来给予病人做疼痛的控制，还有抑制癌症对骨头的破坏。那放射线治疗的话，主要是对疼痛的有效控制。那手术的部分就根据说这个骨头被破坏的程度，然后来提供说要做人工关节的置换，或者是做骨头的固定。医师提醒，因为癌症骨转移并不是讲真罕见，只有量早发现，甲着适当的介入治疗，才会用让患者延续良好的生活品质，避免等到发生病理性的骨折。因为要同时处理骨折甲着肿瘤，处理上会比较较复杂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